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宾老师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的要示范的这首歌曲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单音。那单音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搭配着节拍器一起弹，这样子对大家的节拍养成也是有一个帮助。然后在弹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把那个音唱出来，那训练大家的音感。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是比较少在弹单音的时候边唱，但是后来呢，慢慢的有去做练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趁初学的时候就赶快练习。那在弹单音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是左手的食指就是一，要负责第一格；中指是二，负责第二格；无名指是三，负责第三格。那右手的部分呢？右手部分大拇指是 T， 一、二、三。那我们的大拇指 T 呢是负责四、五、六弦，然后食指一呢是负责第三弦，中指二是负责第二弦，那无名指三是负责第一弦，所以这个顺序一定要对哦。在弹单音的时候也是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好，那我们来搭配着节拍器来弹弹看，那一定要跟着一起唱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嗦哆咪嗦，哆西咪嗦，嗦拉西哆拉嗦，二三，咪瑞哆，哆哆咪瑞哆，哆哆瑞咪瑞。哆啦咪瑞，二三四，嗦哆咪嗦，哆西咪嗦，嗦啦西哆啦嗦，二三，咪瑞哆，哆哆咪瑞哆，哆哆瑞咪瑞，拉西瑞哆，二三，嗦咪瑞哆嗦西，二三，拉西拉西拉嗦咪，二三，嗦咪瑞哆嗦西，二三，拉西哆，哆哆咪瑞，二三四，嗦哆咪嗦，哆西咪嗦，嗦拉西哆啦嗦，二三，咪瑞哆，哆哆咪瑞哆，哆哆瑞咪瑞，拉西瑞哆，二三，嗦咪瑞哆，哆哆哆咪瑞哆，哆哆瑞咪瑞，拉西瑞哆，二三四，结束。那刚刚呢，就有一个错误示范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倒数的时候呢，有唱错了音。那这个在练习这个弹单音加上弹唱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生，所以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跟着我一起弹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